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共读的第39天，我们邀请蓝恩典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恩主你使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时间，能够一同聚在这里来进行圣经共读，来更认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主，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求主你让你的话能够带领我们在再来的这一天以及未来的每一日当中，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孩子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在今天是受难周的礼拜三，好，那又被称为出卖星期三。那从马太的26章12到14节，还有马可14章、路加22章，那可以看见犹大呢，在事先已经跟这些的犹太人来商定，要来出卖耶稣的这些事，还有价钱呢。那因为魔鬼进入他的心，那所以在这一天当中也提醒我们要警醒，不要出卖主，爱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从昨天第17章是耶稣的祷告，那第一段是为自己祷告，那求神能够来荣耀他的儿子，也用他所完成的工作来荣耀神。那第二段是为这些的使徒们来祷告，那这些使徒们要使他们求主保守他们能够合为一，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能够分别自己为圣，合而为一。那最后是为信徒基督徒，也就是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能够合成一群，能够来进入完全。所以这是耶稣他在从第13章开始，那到17章，那他的这些的最后的教导以及最后的祷告，包括从洗脚，为门徒来洗脚。那今天我们要来看18章，是耶稣的受捕以及彼得3次不认主。那么先请恩典带我们来读18章的1到6节。耶稣这样祷告后，和门徒一道出去，过了吉伦西，那地方有一个园子，耶稣和门徒都进去。出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常和他的门徒在那里聚集。犹大引了一队罗马兵，会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派遣的圣殿警卫队走进园子里，他们都带着武器，也拿着灯笼和火把。耶稣知道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所以上前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回答：“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也跟他们站在一起。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都倒退，跌在地上。那在耶稣的完成祷告之后，那现在这种译本是说做完这样的祷告后，那就和门徒一同出去了。那出去就是离开这个房子，那甚至也有交代，在过了吉伦西，那到了一个园子，那园子呢也是门徒所熟悉的。那犹大也知道那地方，所以约翰在这边清楚知道说，其实这就是他们惯常去的地方。所以犹大他要出去找人来捉拿耶稣，他们知道耶稣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去。
那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在那里聚集，那犹大呢，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就是客西马尼园在橄榄山旁的山边的地方。犹大果然就领了一队兵，然后还有祭司长跟法利赛人的圣殿警卫，拿着灯笼火把来到园里要来捉拿耶稣。那所以他们在这个最后的晚餐，据传是在马可的家中，那因为马可的家中还有楼上祷告的地方，所以称为马可楼。那他们从祷告的最后晚餐，然后出了城，过了吉伦西，上了橄榄山，到橄榄山旁的客西马尼园祷告。那这也是一段路。犹大呢就找了这些的一队兵呢，那这些兵呢包括是一队兵呢指罗马的兵团。那虽然在罗马兵团有600个人，但应该没有这么多。但是这个兵团呢，应该是由千夫长来带领了。所以至少呢，这一队兵呢就是声势浩大。那好像是捉拿囚犯来捉拿，因为怕这些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会抵抗会抵挡。那还有圣殿警卫，那就是差役，那就是在圣殿当中的侍卫。那他们拿着灯笼火把来问耶稣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找谁？找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呢就回答说，我就是。他们一听见我就是，那这么多的人又来捉拿警卫，包括这些罗马兵丁、圣殿警卫，那这些呢，带着装备武器要捉拿耶稣的，然后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都倒退跌在地上。那所以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约翰福音有7个我就是我是天上的粮，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是好牧人，是复活，是生命，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真葡萄树。那这一次呢，耶稣是完全的揭露，什么都没有加上形容，就是我是I am， 我就是。所以这句话呢更显出这个他的 power。 所以这些罗马兵丁呢都向后退，跌倒就退后倒在地上了。所以这个画面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图当中看见耶稣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因为我们都还没有通过那个审判台，站立不稳，站立不住。但是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他就是天上的粮，他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反而就会更加的愿意来亲近他。好，那接着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1节。耶稣再次问：你们找谁？他们回答：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如果你们找的是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耶稣这样说，正应验了他从前说过的话：父亲啊，你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他抽出刀来，向大祭司的奴仆马勒古砍去，砍掉他的右耳。耶稣对彼得说：把刀收起来，你以为我不愿意喝我父亲给我的苦杯吗？谢谢。那耶稣看他们跌倒，耶稣又在问他们：你们找谁？那他们这一次应该不敢这么嚣张，就说找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如果你们找的是我，就让这些人走吧。那就是让这些门徒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记载，跟耶稣一起到客西马尼园的门徒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就算这些门徒跟着耶稣进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昏昏沉沉，那昏睡，但是耶稣在那边祷告。但是耶稣约翰福音特别就记载了一段前面福音书没有记载，就是耶稣让这些人走，因为要应验耶稣曾说过的话：你所赐给我的，就是父神所赐给耶稣的，耶稣一个也不失落。
那这一段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也就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好，那耶稣启示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他来是要遵行差他来那位的旨意，差他来那位的旨意，6章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却叫他复活。所以耶稣知道这么多人来捉拿，好，那这些彼得也曾经说他愿意为耶稣来舍命，好，那耶稣也预期好可能会有一场好这个抵抗，好，就是不会让这些兵丁这么顺利的来捉拿耶稣啊。所以耶稣直接谈条件啊，就是我就是那拿撒勒人耶稣，你们要找的人。那其他不相干的呢，就不要把这些让他们惹麻烦上身了，因为如果耶稣如果不在这边处理掉的话呢，那可能接下来这些跟他同伙的同党的，耶稣怎么样受对待，这些耶稣的门徒要跟着受对待，那就是他们要跟着耶稣真的一起上十字架。好，那如果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一起上十字架，那可能这些的福音后面使徒行传也都会来改写，好，那上帝的事工就会受到耽误，所以耶稣才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但是我们看见西门彼得果然是有备而来，他就拿出一把刀，拔出刀来，然后呢向着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好，那在这里虽然这件事情有在这件事情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但是约翰记载还把这个仆人的名字都写下来，叫做马勒古。马勒古的意思就是国或是王，好，那就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的名字哦，好，那但是呢，这个彼得呢，好，就挥刀，好，就削掉了这个马勒古的右耳，好，甚至这个耳朵是哪一边呢，好，都好，形容得很清楚啊。好，那但是呢，耶稣呢，好，在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好，把刀收起来。我付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好，那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好，也有记载，好，但是路加呢，显然好还有把这事情完整，好，那个耳朵呢，后来耶稣也把它医治好，好，所以这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好，那这个父的杯呢，好是耶稣他早就预备好要喝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好，第18节，好，耶稣也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再取回啊。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是苦杯，好，那但是他愿意来喝，好，那他也曾经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好，跟神说，好，若是可以，好，这一杯，好，请你挪去，好，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好，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这边做了不一样的呈现了。好，那也有认为说这个马勒古呢，好，为什么其他福音书当时没有写？好，那现在约翰在使徒行传都结束之后才写下这件事情，好，可能当时写的会有这个彼得，好，就是变成指彼得是一个凶手，好，是犯了伤害罪，好，杀了这个去伤害了这个祭司的侍卫或是仆人，好，那也是要被判有罪的。所以后来这个连彼得都过世之后，约翰福音呈现在世上，好，那才把这个事情还原，提高可信度。好，那我们继续在一起。好，那这个图上面看的呢，彼得他不是拿刀，是拿剑了。好，不过那时候一般的人不太可能有剑了，好，所以可能是一把刀。好，那这个刀是可能用来做这个开路的啦，是用来工作用的刀，好，那他们或是用来预备晚餐的刀，好，各样的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12到14节。那一队罗马兵和队长，连同犹太人的圣殿警卫，拿住耶稣，绑了起来，先把他借送到亚那面前。亚那是当年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曾经向犹太人的领袖建议，说让一个人替全民死，
是一件合算的事。谢谢。那所以这一队人呢，包括和本写千夫长，还有犹太人的警卫，好，就听到他是耶稣。然后虽然彼得要抵抗，但是耶稣命令彼得不要再抵抗。好，那所以他们就很轻易的，好，就捉拿了耶稣。好，虽然耶稣的一句话，我就是让他们跌倒后退，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捆绑。好，那首先呢是先带到亚拿的面前哦，好，因为他是那一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好，那这个亚拿家族呢，亚拿的意思呢是谦卑哦。好，那他在主后7年到主24年担任大祭司，后来被罗马的巡抚给革职。好，但因为大祭司是终身职，所以虽然被革职，但是在犹太人心目中呢，他还是一个受尊崇的大祭司。那他的女婿呢叫该亚法，该亚法的意思就是合宜得体哦。他是在主后18到36年担任大祭司，后来也被罗马巡抚所废弃。好，那犹太人法令有规定，就是犯人不能在巡审当天定罪哦，好，要有一个缓冲期。好，那关于亚拿的家族呢，好，他是在主前22到23年出生，主后66年来过世，好，所以大概有88岁。那他是罗马政府剥夺大希律之子亚基老的王位。好，那他就成为29岁的时候成为首任大祭司哦。那主后15年，好，因为他为执行罗马政府没有授权的死刑，好，所以被解除职务，好，但是他还是有权势。那他的5个儿子、女婿呢，该亚法呢，都相继担任大祭司，所以家族有7个人，好，这个岳父5个儿子加上女婿7个人呢，好，做大祭司的工作前后长达63年了。那都是他在背后一手包办指挥，所以圣经把他的名字呢指名道姓的写出来。主后66年，犹太发生叛乱，已经将近89岁的亚拿主张跟罗马政府讲和，所以他是一个和平，这是一个西归挖短兵，那就是投靠，他是站在政府这边，不是站在犹太人的民族这一边，后来被刺身亡。那亚拿家族呢，也以贪婪著称了。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呢，可能就是在暗指衣锦玉食的该亚法。好，那他的父呢，父家就是亚拿的家，去告诉他5个兄弟呢，就是指亚拿的5个儿子。好，那这个也是穿凿附会，但是也是有可能的。好，那在犹太公会呢，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监督祭司的直系血统是否合法纯正哦，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好，那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有利未人的后代？好，所以为什么会有历代志的这些的族谱？好，马太福音的族谱。好，那就是要来确认。第二，祭司们他要审判祭司们妻女所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公会也是在监督这一些全职的利未人、撒都该人、祭司，包括他们的家庭、家人，那都要做监督。那他们也要监察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特别是有没有偶像崇拜的倾向。好，那这是在他们灭国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拜任何的偶像，并且他们也会来搜查先知，或是来试验假先知，会危害异教徒，要遵守的都是摩西的律法。那要留心呢，王祭司行事不违背摩西的律法，也要审查批准王所计划的战争，还有决定应否扩大圣城圣殿的地界，到委派较小的地方的公会。每10个犹太男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公会，所以到处都有公会，也是要由这个耶路撒冷的公会会堂，由耶路撒冷的公会来监督执行，还有调整犹太人的犹太历的日历
好，那他们也要做一个断定。好，那这是公会主要的工作。好，但是在公会在接受案件审判的时候呢，好，他们有一些原则，就是公会呢是要救人的命，不是要杀人。任何人若不在场为自己辩护呢，之前呢不能判他有罪。好，所以一定要把人带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大出卖耶稣，一定要把耶稣带来，他们才能够现场判他有罪。而且呢，在判的时候要先根据证人的供词确立被告的罪状，不可在控罪之前就直接盘问被告，或是企图以被告自己的口供来入他于罪。好，所以呢，一定要有证人，要有证词。好，然后呢，而且要问得清楚。那严重的案件呢，判为无罪的就即日生效；判为有罪的，好，要保留到第2天才宣判。好，所以这样的法律呢是非常的慎重谨慎哦。好，以免误判。那一切案件呢都不能在夜间审判。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就发现现在这个亚拿家族呢，好，他们从头到尾在违法。好，不仅夜间审判，然后呢找人来做假见证，还要套耶稣的话。最后呢，我们看见耶稣自己用他的口供，好，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好，虽然然后呢，他们大祭司就打他的脸。好，然后呢，就说你自己定了你自己的罪。好，然后呢，就一路呢不要让耶稣赶快的让他定他的罪，要让他受死了。那还有死刑呢，也不可在宣判的同日执行。那公会的审判呢，还要在自己的意愿内来举行。好，那这些都是公会他们过去在审理案件的原则。但是为了杀掉那个让拉撒路复活的耶稣呢，他们不惜打破一切的规矩因为他们连十诫都不管了。好，这些规矩他们也不放在眼里。所以可以看见他们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接着再请恩典代表来读15到18节。西门彼得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大祭司所熟悉的，所以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留在门外。那个跟大祭司相似的门徒再出来，对看门的女孩子说了一声，然后带彼得进去。看门的女孩子指着彼得说：“你不也是那个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当时天气寒冷，那些仆人和警卫生了炭火，大家站着取暖。彼得也上前跟他们一起站着取暖。谢谢。那这些记载好，在马太26章、马可14章、路加22章，好，4卷福音书都有同样记载彼得不认主。那彼得跟着另一个门徒，另一个门徒是大祭司所熟悉的。好，那另一个门徒呢，好，在约翰福音里面，好，那可以看到他刻意的保留这个人，不提名指名道姓了。好，那也是约翰在写作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种自称，好，把自己隐藏起来。好，那所以认为他就是约翰。那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他是在加利利被呼召，他在船上工作捕鱼，所以可能是他家有这个渔获，可以送到大祭司的家中，所以以至于他跟这个大祭司家中的雇工呢关系不错，可以进出在这个祭司的院内，好，去就近去了解耶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如果没有约翰跟所以这些约翰可以说是亲眼见证。那所以彼得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然后约翰呢就约翰福音。那他们都是有在现场的来了解这整个盘问的过程。那彼得在门外，那跟大祭司相似的门徒再出来对看门的女孩子说一声，然后再带彼得进去。所以虽然他把自己隐藏，但是他也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细节交代在这里。所以彼得没有办法混进去，但是透过约翰的关系，他们两个都可以混进去。那混进去呢，被认出来，是一个看门的女孩子。那这个是大祭司，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范围。好，那圣殿区在上面。好，那这个祭司呢的家呢，亚拿家呢就在附近。好，那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亚拿祭可能就是大祭司的府好的一个模型哦，好，面积呢大概有600平方公尺。好，那从大门进来，经过门厅，好，看到庭院，那会有一个会客厅，好，那甚至还有2楼，还有进池，然后还有门哦，好，那是有进池，就是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好，一进一出，储藏室等等。好，那在这大祭司来家中来看呢，也可以算是一个豪宅。那耶稣受审呢，可能是在这个院子当中，好，那就是在这个堂厅，或是这个厅，或是这个堂啊，好，那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容纳比较多人，所以彼得、约翰混进来的时候呢，好，他们也是夹缝在人群当中哦，啊，但是彼得因为天气冷，好，这里有讲到说，因为天气冷，好，所以彼得呢在外面烤火，好，在那边取暖，好，所以彼得也跟他们取暖。好，那天气冷的原因呢？好，因为是在耶路撒冷的地势，好，大概要海拔2600尺，好，大概是800多公尺，好，那是3、4月的时候，好，那所以天冷呢，也必须要烤火，好，所以像今天现在也是4月1号，好，那天气会变化，好，那所以他们在夜间呢也会觉得寒冷。那看门的女孩子，和本翻成使女人，好，那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好，说你不也是那人的门徒吗？好，但是按照原文的结构来看呢，他这样问呢只是随便问，好，因为他不是真的认为他是门徒，好，他希望他本来预期的答案就是你不是吧？好，就是你不是他的门徒吧？好，所以他没有真的放在心，好，那彼得就马上否认他不是。好，最后接着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19到24节。大祭司盘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导等事情。耶稣回答：我对人讲话一向都是公开的。我常在犹太人聚会的会堂和圣殿里教导人，从来没有暗地里讲什么。你为什么盘问我呢？去问那些听过我说话的人吧，他们知道我讲过什么。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的一个警卫打了他一巴掌，说：你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耶稣说：我若说错了，你尽管指出我的错处；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这时候耶稣仍然被绑着，亚那又把他借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好，谢谢。那他们就开始一直要千方百计的要套耶稣的口供啊，那所以呢就盘问好他做的教导好，或是他在圣殿好在节期当中做的这些的事情。那耶稣的回答也很直接，好，他没有私下，都是公开，都有其他的证人。好，那你可以去找这些证人，好，他们所说他们都知道。但是呢，在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圣殿的警卫呢就打了耶稣一个耳光，就是觉得耶稣这样的回答是在羞辱大祭司啊，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打耳光的事情呢，好，就是对犹大公会来讲呢，好，绝对也不是第一次，连一个警卫都可以打犯人的耳光，好，那更何况呢，好，一个大祭司。好，那所以他们这个权势啊，难怪让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家都会害怕，好，因为他们常常会动用私刑，好，然后把法律当成是自己的手上的工具。耶稣说：“我若说错了，你尽管指出我的错处。好，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打我呢？”好，那我们这边看到了，就是耶稣呢，好，他没有任何把柄在人的手上，好，但是呢，他们就是硬要凹他，好，入耶稣于罪哦，好，那所以这个动手打耶稣的事情呢是不合法的，好，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在犹大公会当中的原则当中，但耶稣呢，好，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只回他一句话：我若说的错，你就指正我错的地方；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好，所以动手打人就是不对。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学习把是非对错，好，能够用说的，而且是和缓的，好，有一个沟通，好，而不是拒绝沟通，好，就用粗暴的行为。但耶稣呢是手被捆绑着，所以他也没办法回手。
好，那他们呢，在亚拿这边呢，没有办法套出耶稣的话呢，又把他送到真正的现任当时的大祭司好该亚法的家中去啊。那我们再请该亚法呢，好，那他在主后18到36年担任大祭司，好，那他也主张杀害耶稣。从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要杀耶稣。后来是该亚法定了耶稣的罪。同时呢，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5章也看到，他们该亚法也威胁彼得、约翰不能够传耶稣的道，好，所以他们其实更害怕，把耶稣怕得要死。好，最后呢，也是该亚法审判的司提反哦。那我们再请恩典带我们来读25到27节。这时候，西门彼得还站着取暖。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那个人的门徒吗？”彼得否认说：“我不是。”有个大祭司的奴仆，是被彼得砍掉耳朵那人的亲戚，说：“我不是看见你跟那个人在园子里吗？”彼得又说：“我不是。”就在这时候，鸡叫了。好，谢谢。好，那所以这一章里面非常讽刺的几个地方。好，那耶稣说：“我就是。”彼得说：“我不是。”然后，地上的大祭司，好，最有权威的大祭司打了耶稣的脸，但是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被地上的大祭司给打脸了。那彼得在瞬间呢，好，站着取暖，好。然后又有人在问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好，那从原文来看，这个话的想要得到答案也是否认的，好，就是你不是他的门徒吧？好，随口一提，好，不是真的相信他是。但是第3次呢，好，又有一个人呢，好，那约翰也把这关系指出来，就是那个马勒古的亲戚哦，好，亲戚。好，所以约翰呢，真的是跟这些家人，跟这个大祭司的圈内人呢都有熟哦。好，所以他知道说谁指认出彼得，那彼得马上又否认，而那个亲戚在指认的这个形态呢是你就是啊，好，那这是个肯定的。但是彼得就是在第3次郑重的否认，当他一否认呢，鸡就叫了，那也表示天快要亮了。所以这也是成就耶稣他所预告的鸡叫3次，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主。好，那在今天的金句呢，是在18章9节，耶稣这样说，正应验了他从前说过的话：“父亲啊，你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当耶稣要落大难临头，好，一大堆的兵丁来捉拿他，耶稣在意的不是自己，在意的是门徒的安危。好，他保了这些门徒们能够平安的离开。以至于呢，这些门徒当中有的躲起来，好，但是彼得、约翰算是勇敢的，还混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好，了解事实哦，好，但是呢，相对来看，好，彼得还是不够勇敢，好，但是换成我们也不见得会比彼得还要勇敢。耶稣的话所说出来每句话都是救人的道，好，是要救人脱离罪恶，但是地上的大祭司却打天上大祭司的耳光哦，好，那这就是人类史上最丑陋的打脸事件了。而今天我们想要被耶稣爱心的话给打脸，还是想要被自己自得意满的话给打脸呢？我觉得这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思考。而我们要祈祷，就是感谢耶稣把神所交代他的每一只羊呢，一个也不失落。相信除了这11位门徒，也包括所有的信徒，也包括所有到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求主帮助我们被耶稣的话打脸之后呢，我们能够像彼得专心喂养主的羊哦，好，能够谦卑，好，真正的谦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看见耶稣他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到他受难受审的过程，也让我们看见许多的制度、许多的法令在人的操弄、玩弄之下，没有来荣耀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能够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也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以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而不是玩弄法律来
挑拨离间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而不是成为那黑暗之子。今天也是4月的第一天，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有经历复活节清明节在这样的当中，也帮助我们都能够与主与人与自己都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恩典，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恩典，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牧师。谢谢。主耶稣，我夫妇敬拜。